这些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提倡在现代教育中融入古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世俗伦理；选举事务署宣布将从9月开始进行2021年大选的选民登记工作；藏人行政中央任命噶玛曲英为新任发言人。印度远藏团体召开网络会议，加强各界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西藏与香港民众抗议中国外交部长访问意大利。瑞士藏人社区呼吁瑞士政府重新考虑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8月2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透过视讯直播出席了融入心灵机构主办的交流活动。尊者在活动上以现代教育体系需要世俗伦理为主题发表演讲，鼓励印度的年轻一代加入复兴古印度传统文化的伟大事业中，并以世俗伦理结合现代教育来创造幸福的世界。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网络视讯交流中，达赖喇嘛尊者与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从事教育机构的各界人士，就古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非暴力和慈悲心，以及如何在现代教育中融入世俗伦理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达赖喇嘛尊者在活动上致辞时指出，现代教育过于注重物质价值和身体健康，却忽略了情绪上的健康。因此，即便是受到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时常陷入不快乐中。未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这个世界需要超过3000多年历史的古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非暴力和慈悲心的理念，因为慈悲心能有效地减少内心的恐惧，增加一个人的平静。如此，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负面情绪，所以慈悲心是达到名副其实非暴力的主要因素。So now, 86-year-old, but do you see my face? Okay. So another, I think, 15, 20 years, I think I will live. Okay. 当天，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与会者介绍了他的人生4大使命，并回答了线上观众关于如何推动世俗伦理、慈悲和非暴力价值观等的提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上周五8月2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新的选民登记法规，并从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展开2021年藏人行政中央司任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的选民登记工作。新的选民登记法规要求所有区域选举委员会以及广大民众按照相关选举法规和条例，并遵循选民登记流程和准则。选举事务署署长汪堆次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2019新冠病毒疫情持续造成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但选举事务署呼吁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充分参与到选举事务中，将2021年大选促成一个自由、公平和互利的选举。此外，根据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秘书处发布的通告，现任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噶玛曲英先生于8月21号正式任命为藏人行政中央新任发言人。噶玛曲英先生于长达24余年在藏人行政中央的服务生涯中，先后担任过多项重要职务，曾任职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藏人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在被任命为外交与新闻部外交处秘书长前，噶玛曲英先生曾在内政部担任过助理秘书长，负责管理该部门的行政工作和流亡藏人定居点的农业事务。另外，印度支持西藏团体西藏问题核心小组于上周三8月12号透过网络视讯召开关于支持西藏议题的会议，
并制定了未来行动计划，加强印度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这场会议由印藏联络办公室联络员近美次仁先生召集。印度西藏问题核心小组的成员透过网络视讯，就2019年该团体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和实施的决议。今年8月8号，印度支持西藏团体加强战略和规划会议上提出的议题，以及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印藏联络办公室举办的活动和策略和未来的各项计划方面进行了讨论。此外，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于本周二8月25号访问意大利期间，该国的流亡藏人和香港民众聚集在意大利外交部长办公室前的法尼西纳广场，抗议中共当局侵犯境内藏人民众的各项权利，以及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据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从8月25号至9月1号对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和德国展开访问，以修复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各国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后严重受损的形象。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于8月14号召开2021至2024年瑞中战略研讨会，并邀请流亡藏人社区代表和民间团体为该战略的发展作出贡献。应邀出席研讨会的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藏人协会副主席平措先生和瑞藏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在会议上向瑞士联邦外交事务部代表拉斐尔奈杰利先生提交名为《中国对普世价值的侵犯：未来的教训》长达30页的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非法占领西藏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瑞中之间的普遍价值差异，以及瑞中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双边关系等的话题。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消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